Hello，大家好，母親節就嚟到咯喎，你哋準備咗禮物俾媽咪未呢？咁咧，當媽亦都有個好介紹俾你嘅。今日咧介紹呢個莫桑石嘅鑽石耳環。莫桑石嘅鑽石咧，佢相對同嗰個新嘅鑽石咧嘅閃亮度相差無二㗎。佢一樣都係 D 卡啦。你見到呢一個咧，咁佢就係50份一隻，咁兩隻加埋咧就1卡嘅，閃亮度好高。佢嘅設計亦都係好簡單，一個簡單嘅6爪設計啫，所以咧出嚟嘅效果好大方嘅。除咗呢個耳環係兩隻加埋1卡之外咧，亦都可以襯埋呢個鑽石嘅頸鏈。鑽石頸鏈咧，佢就出嚟嘅效果一樣都好閃。咁你呢個咧就係1卡1粒嘅，1卡1粒。咁呢一個咧就係耳環，就係50份，半卡1粒加埋1卡。咁你呢個耳環同埋頸鏈襯埋一齊，好靚好閃。咁其實本身咧當媽咧係有訂埋咧戒指嘅，不過戒指一出咧已經俾大家掃晒啦，現貨冇啦。如果大家真係想要嘅話咧，可以預訂，不過趕唔切母親節嘅，都俾大家睇下有幾靚啊！呢個戒指一樣都係1卡1粒，咁咧一樣都係6爪設計。其實3個咧係1 set 嘅，所以咧買晒佢咧就啱啱好，襯到出嚟效果好靚。有時咧戴鑽石嘅嘢最緊要清簡，唔使太花巧，出嚟嘅效果已經好閃。因為佢嘅 color 都係 D color，所以出嚟嘅淨度、光澤度、閃亮度都一樣係好靚。好，快啲揾多媽訂晒佢啦，拜拜。